呢條片咧就會講一講 DSE 2026年嘅 Paper One Section B 嘅第19條啊，咁就係關於 transformation 啦、quadratic equations 啦，同埋四心嘅題目啊。咁啊，題目就 define 咗 hx 咧，就係負 x 二次加 30k，x 加4x 減225k 二次減 40k 加3。咁 k 咧就係一個正嘅 constant 嚟嘅。咁啊，題目就將咧 y 等於 hx 嘅呢幅圖嘅 vertex 咧，咁啊 define 做 A 啦。咁然之後，另外咧，咁啊根據呢個 hx 做一啲 transformation，咁我哋會得出另一幅圖，就叫做 y 等於14減 h 括弧4減 x 咧，佢嘅 vertex 咧就會係 B。咁啊 part A 嘅部分咧，就叫我哋用個 computing square 嘅方法咧，咁啊將 A 即係 vertex 嘅坐標咧 in terms of k 咁樣寫翻出嚟。咁啊，我哋就可以直接去做啦。咁我哋就 hx 等於負 x 二次啦，加 30kx，再加 4x，再減225k 二次，減 40k，再加3。咁啊，做 computing square 咧，我就會先將有 x 嘅部分同埋冇 x 嘅部分分開，咁我就會將佢斬翻開做負 x 二次加 30kx，再加 4x。咁啊，另外冇 x 二次嘅 term 咧，咁我就擺喺後邊啦，咁啊最後先處理。咁啊，同埋我哋留意到咧，x 二次前面嘅 coefficient 係負1啦，咁所以我哋做 computing square 嘅第一步，我哋先將個負抽出嚟，咁我哋會得出 x 二次減 30kx，再減 4x，後面嘅部分咧，我哋就唔需要理佢住啦。咁啊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就將個負2抽出嚟啦。咁我哋就會有 15k 再加2x，咁之後就做無中生有啦。咁我就會加一個 15k 加2嘅二次，再減一個 15k 加2嘅二次。咁啊，再刪翻個括弧，再將後面嘅嗰啲 terms 咧，咁啊照寫翻低先。咁啊，仍然係我哋主力就處理有 x 嘅 term，咁啊做個 committing square。咁之後我就會利用翻啦，就係 a 二次減 2ab 再加 b 二次咧，咁我哋就可以將佢寫成 a 減 b 嘅二次。a 二次減 2ab 加 b 二次，我哋可以將佢 group 埋變成 a 減 b 嘅二次。咁我哋可以將 a 咧咁啊睇成 x，然之後咧 b 咧我哋就將佢睇成15k 加2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可以將佢寫翻做 x 減括弧 15k 加2成嚿嘢嘅二次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又再將個負咧咁啊拆翻出嚟，咁啊再加翻呢一個嘅 15k 加2嘅二次，然之後後面就係減225k 二次，再減 40k，再加3。咁啊，呢個負乘咗入嚟嘅時候咧，咁啊變翻做正啦。咁啊，然之後我哋就有加 15k 加 15k 加2嘅二次。咁之後我哋就可以將後面嘅部分咧，咁啊做 simplify 啦，因為前面嘅部分已經俾我哋做咗個 computing square。咁而家我哋就唔需要理會前面啦。咁我哋就將個括弧拆咗佢啦。咁啊15k 嘅二次，咁就係加225k 二次，再加60k，再加4，再減225k 二次，減 40k，再加3。咁啊，225k 減225k 就約咗啦。咁啊，然之後60k 減 40k 咧就會係 20k，最後咧咁啊加4加3就會加7。咁所以最終我哋就會有負括弧 x 減 15k 加2嘅二次，再加 20k，再加7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可以寫翻個 vertex A 嘅坐標出嚟啦。
咁我哋就有 x 後面呢度啦，我哋加個負俾佢啦。咁啊，x 嘅坐標咧就會係 15K 加二，咁而 y 嘅坐標咧，vertex 嘅 y 坐標咧就係後面呢一堆嘢啦，就係 20K 再加7，咁就完成咗 part A 嘅部分。